有一名驻守伫台湾的外国记者，伊最近伫咧网络顶头写讲，有一只挂香港旗的民用货船中华轮，这个月初2划伫咧台中港来落货。这只船呢，捌参与着解放军特种部队演习，演练这船舱内面载6只的突击弹，引起着这朝野立委的关注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讲，这只船是依法挖港，咱的单位要上船检查，强调未来这一个礼拜内呢，会含这国安单位协商争取共享，也会讨论讲敢有修法应对的必要。中国国防媒体央视2日前报道，共军特种部队动用民船，将6只突击舰藏入船舱，到目的地了后，搁将突击舰对调到海面上，以道理作战。画面中的这只香港民用货船长华轮，互我者做台记者何贵心压了，这个月初2停靠伫台中港下会。它主要是以零件为主，航港局这边认为说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都是保持着君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，里面有藏了什么武器啊？那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安的一个漏洞。根据了解，长华轮主要载运零组件，12月初3暗到台中港下会，有计初7离港，也毋过因为海上风险伤大，伫港外天口区拍定点2天，到初9早起才离开。因为这只船背景敏感，互入去之期，中国恐惊透过上层设备，所以台中港布局较动态。它上面一定有所谓的记录器吧、摄影机吧。商船停靠在港口边，我就能够很明确的掌握你整个台中港的布局，还有你的闸门。你的船只、你的人员怎么走动？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，这只船依法停靠下会，这个期间无任何异状，海巡署安检人员也伫长华轮出入港的时上船检查，船顶有19名中国船员无异常状况。不过今年已经发生2件中国籍10人偷渡上海事件，也有中国籍货轮亚洲启航扩大亚流超过1个月，差一点造成生态危机，互外界烦恼。这敢是拢是中国的无法投降计划。在中共，他强调所谓的国防动员舰的这个扩大运用情况，我想台湾对于这些商规军用的船只就需要特别的留意了。那我们也会跟国安单位来洽询，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商港法的部分有需要做修正，就做修正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，未来一礼拜内会甲国安单位协商，望会当建立相关的争取讲话平台来讨论，敢有修法应用的必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